那讲到新北市的有内，除了温泉、老街、水墙，也有啥嘞？其实哦，有内是新北市唯一一个原乡的部落，有真丰富的泰雅文化。过去有侪泰雅族人因为风灾不得不离开家乡，到都市来打拼。真侪年了后，族人陆陆续续回到部落创业奋斗。不管是加入山拿的拍拉学堂，也或是甲传统织布的文化结合的咖啡厅，因为家己生长的这片土地，努力趁食的同时，嘛尽力的传承，期待家乡会变更较好。继续，咱就来去有内，来去感受泰雅文化的魅力。就是不习惯外面的生活，对啊，还是习惯山上的生活比较自由。在部落做生意，你一定要以整个部落的山林还有部落的这个人群为第一考量。在织布的时候，就会沉淀很多东西，慢慢去织，可能有它的情感在这当中。我是泰雅族，一份那种喜爱自己的文化，就这样传承下去。你看现在又不同的鸟在叫了，有时候有千色水鸫、紫啸鸫、台湾蓝雀，反正有很多种鸟类了，在陪我们在山上。所以有时候在山上，其实你看起来像一个人哦，其实不无聊。定定今早就起床，伫咧有真侪鸟我久叫陪伴之下，亲像制作餐区，伊是府内大东山泰雅艺术馆的创办人。今晚35岁展馆，原本是伫咧有内旧厝开景观咖啡厅，我离开5年的苏迪勒风灾，会高不离乡，离开部落。其实后来在风灾之后，其实就是乌来的产业很惨。我那时候是第2度被踢出去都市生活，那在外面生活就可以更想象，其实就会更想象，就有点像那个鲑鱼想要返家的那种。哦，原来那些鱼被冲下来，会想要返家的那种思维，就一直会在脑内，很像说哦，为什么要返回去，就是会有那样子的想法。今天采用了这个餐具，我就用。这个叫做原住民叫阿里达干，国语叫做绿竹。就是无法度甲部落生活放袂记哩，如今佫一摆回到山南，到底要如何伫咧家乡生存？一开始有更加侪想法。那这一次的第2次返乡，又更重视到这个生态跟泰雅族的这个过去的文化知识，还有这些生活的技能技巧，甚至。不管是家族的长辈所留下来的这些故事，都会去盘点。所以其实回到山上，就慢慢会有一些很多的思维跟富裕有关、防灾有关。那不单纯只是一个文化观光而已，它有更多的教育内涵在里面。来到新北市乌来区的大统山泰雅艺术馆，或许你会有些疑问。所谓的艺术馆，那展间跟展品在哪里呢？其实整片山林就是最好的文化展演场域。这一棵叫乌桕，这一排叫小叶赤楠。那这个叫什么？这个叫做这个水苎麻。水苎。你不怕的话，你摘一个红色的吃。好，可以再摘一次。对，对，很甜。有很甜，很甜啊。当晚落来过起，有特别新鲜的口感。那山边凊彩也落来过得较顺，会当闻到当出土的清香。哦哟。拿一下，哇塞，是个宝贝呢！大家现在抢着要呢。继续大华向前，展馆带咱进入因阿公阿嬷过去拍落种植作物的土地。哦，das Watu Biru Yaki Memberak Muah Loi 哦。莫怀什么？好，莫怀大。这个以前我们是不锁的啦，后来发现这边的猕猴会开始偷刀偷猎具哦，我们就你也知道那个猕猴啊，也会讲国语的
们才开始有买锁的，不然我们以前是不锁的啦，因为里面工具太多了。他们也不是偷啦，只是先借后讲，被发现的时候讲。光这一面的列具就好几种，不管是现在法律上禁用的或者是什么的，但是我们也已经就没有再用了，但是就变成这一道墙是做一个变迁上的一个教材踏板啊。哦哟，这2个。一排一排拍来工具是爸爸团队来宝贵经验。过去伫咧内场学馆使用的合体，如今正做引导土地地势保护。好，其实陷阱很多样式，但是原理大同小异。你注意哦，我这一根嘛，有一个长的在下，短的在上。哦，这边有一根，这样是不是卡住了？记得坐不要在那边哦，一定要朝侧面，保护这个下面不要让它掉，把它弄得很像很自然。所以动物它看到这根，它就要跨这一根竹子，就跨，就被踩住。不管是说含水，或者是无去使用传统弓箭炮蜡，店员用轻松趣味方式来讲家己拍蜡故事，嘛分享伊思思念念想要帮助部落进行经济计划。太不够饱，对，不要去破坏掉这个平衡，就是你赚钱啊跟生活负担的，以及这个部落的这些资源分配等等这几个面向，你都要去考量到一个均衡的话，你的在部落里面的事业你才能够做得长久，也可以做得好。在部落做生意，你一定要以整个部落的山林还有部落的这个人群为第一考量。为什么传承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？因为你必须要传承，你就必须要保护这个生态的持续性。这些生态资源永续的概念，或者是你要它每年都要有，因为我孩子要一直在这边生存啊。维持生计，嘛替部落文化尽一份心力。这间湖内水厂咖啡厅的头家，嘛为着这个理想继续打拼。10块钱，谢谢，谢谢，好可爱。即马36岁高玉梅伫咧经营咖啡厅的同时，嘛有太雅姐女的身份。中学时期，规头壳拢想要到外地生活，伫咧真正离家了后，才发现家己有偌无想要离开家乡的部落。小时候就跟我妈说，妈，我18岁就要离开家。然后我妈想说，你这小年纪一直说你18岁要离开，你是要去哪的？然后他们就觉得当玩笑话这样。大学就考超远，考到台南去，所以我大学就在台南生活，然后也是住在外面啊。然后那时候真的是很想回来耶，就是在南部生活的时候。你好，不好意思，帮你送一下饮料。这是冰箱。然后早期呢，这个咖啡厅是从我姐姐开始做。我不是去学专业的，但是我就是从那个时候也是有老师来教他了，然后姐姐在教我。对，然后中间那一段店里是爸爸做的，爸爸经营，然后到我回来之后，再慢慢重新的去调整菜单什么的。也可以勾东西啊。在装饰的时候，可以缺少一个勾的地方。如果你真的织布，然后要可以跟产业搭上关系，你就要想办法做些什么，让它可以维持就是生计或者是经济上面。来，我去扭吧。随生理渐渐变好，高玉梅心内这部分嘛对了不厌。它为什么会打结？对，它会，因为那个细根。伫妈妈的协助之点，店内除了磨咖啡的声音，嘛开始听得到织布机运作的声音。不要太紧，不要太紧，不要，你看，不要太紧。加上好，就打个点点就好。
已经66岁周小云走入泰雅这部世界，目前呢已经30多年。因若是推动有赖这路文化复兴的重要先驱之一，嘛替有赖认证找到倒来46年特别缺出群的职文，嘛进一步带领部落少年女性加入泰雅这路的行列。刚开始在学，并没有说因为织布我赚钱，没有那个想法，只有想说。老人都还在嘛，跟着老人学。我们以前为什么会跑到花莲、南投？我们几乎就是寻遍了整个名师这样学起来的。所以想想，虽然累，我觉得最起码我们已经让这个氛围还是织布的那种开心啊，已经让我们这些年轻人也看到了。再把肚子再拉上去。好，它就会这样。小时候我们在很多老街看到那些布，大部分都是工厂出来的。那可是人家只是为了买纪念，对，它就被框起来了。你会以为那个就是泰雅族，其实这个有点可怕。这件事情是我觉得最可怕的一件事，就是你今天拿一个，就是可能不是真的我们传统的服饰，因为都是改良的，比如说像背心或者什么，然后甚至连布都不是织的，但他带过去说这是泰雅族，然后可能他去跟人家分享说这也是泰雅族，那就很可怕了。对，久了他就真的变泰雅族了。我是希望是说他们能够喜欢就自己的文化，我是泰雅族，我爱我的文化，那我必须要。也没有强迫的，真的，我不是这个年代不可能强迫的话，也最起码我还有一份那种喜爱自己的文化，就这样传承下去。努力传承文化的精神，当然让人相当敬佩。不过，对于有些曾经在外闯荡打拼的泰雅族人们来说，想回到山林、想回到部落生活的原因，其实相当简单，就是不习惯外面的生活。对啊，还是习惯山上的生活比较自由。你在外面的模式跟在山上的模式不一样，所以很多琐碎的事情，或者是遇到工作上的问题，没有可以倾诉的朋友。和真侪关乡部落的青年同款，周怀芬和丁思成这对夫妻，拢要离家到外地打拼，无都实行都市无形这走景快生活，所以我都倒来部落进行小本生意。我们都用这个皮来焖，就会更香。记录形式到达当地现版，变会上的甜味得较顺，简单的料理带满人情味。餐到一礼拜以头一个休，这间山南小店正做部落内底热烈的嘉年华会所，就是能聚集我们部落的青年，常常聚在一起。对我就觉得说这个意义蛮大，因为我还没开店以前，他们都是在下面的广场，在那边喝酒，站着喝酒聊天，也没有什么吃的可以配。那我后来才想到说，那我来开这家店，有跟他们就说，我有开咯，然后他们就很开心的说，哦，终于有地方可以坐下来聊天呐，终于有地方可以欢乐。山南内地总是温暖，头尾热情，拍开双手，跟这想要回来故乡的族群，因伫咧家己的土地打拼，明明真认真生活的同时，还未来表示传承泰雅文化，替关乡部落原有的美丽，打开另外一片全新视野。